當金色拱門光環蒙上了陰霾，國際餐飲業巨頭麥當勞公布2025年第一季度營收與同店銷售業績均低於所有分析師預期，就同時仿如一面魔鏡，映照出香港本土餐飲業的凜冬將至。紮根香港半個世紀老牌餐飲集團大家樂，其最新年報顯示，核心業務淨利潤遭遇29%的斷崖式下跌，就如退潮時裸露出本港商業生態的嶙峋礁石。但更具時代警示意義的是，素有奢侈品風向標之稱，港交所上市編號0113之迪生創建集團，在最新發布戰略白皮書中坦承，香港零售業正經歷100年未有的結構性重塑。香港曾經依託自由行紅利帶來的流金歲月，奉行高端消費模式的遊客神話，如今已去到不可逆轉的疲態。輝煌時代經已係一去不復返，一場翻天覆地的轉變，壓迫着香港經濟面對轉型更以足亦不可擋之勢。在此背景下，有否自我諗過，與其仍然固守傳統思維及模式，不如主動擁抱大灣區協同發展，用香港人精神在9+2新城市群中，以背靠香港獅子山精神再畫出新經濟圖騰，更加係為自己的未來前景作好準備。由工會發起舉辦走進大灣區創業講座與實地考察，正恰逢其時幫助勞資雙方掌握到跨境生存能力的培育，並進入到灣區時代協同創新。工會誠摯邀請你於6月下旬蒞臨大灣區創業講座最新資訊，為自己為家人作好準備，更為未來畫好自己的戰略沙盤。你亦都將係新經濟下新故事的主角。